嗱，思想是跟人類社會咧喺度最係乜嘅呢？就係小理、擔心、格驚啊！我嘅聖經講是家啲腓立比4第6節咁樣講哦，人歸呢嘅心中咧唔好少隆重熱節，但係顯出呢嘅心中咧啲格上帝禱告，呢口愛熱切愛要感恩對主嘅方面。嗱，就是個心中你要感恩，切家後嚟本主，主甲切個同齊。嗱，腓立比4第7節咁樣講到，上帝嘅平安透過切個熱切嘅心中，甲思想你想嘅，佢能夠包圍切個心中嘅思想，之後就係耶穌基督嘅平安本切個，撒切個係謙卑嚟相信佢。嗱，呢歌羅西35節有人講到，應該呢基督嘅平安係面臨自己嘅心，因為到切個就係上帝合意嘅，呢個心中你啲平安要快樂。就係從基督嘅面臨嚟嘅，唔好俾自己單殺思想，自己單殺嘅心中你啲小理面臨。嗱，係講自己本單殺嘅思想，你小理驚你面臨自己嘅心中，自己得唔到平安，自己生活你喺度咪變驚，生下咪思想過度。嗱，印尼本講咪 stress 都響啊嘛，係冇嗱？嗱，所以自己嘅思想，自己嘅心中要基督嘅平安嚟面臨，自己得到最好嘅快樂。最好嘅平安，心中的田，心中的田，心中的平安，思想的田，是個能夠做熱切，思想做好嘅條路，做好嘅生活，上帝祝福大家，而家得到成功，得到勝利，阿門。